就是隆昌部落的意思哦。我们往北都兰往北，新昌部落叫做巴尼凤，再往北就是隆昌部落叫冈尼方啊。不要大家不要讲错了哈。这个我这个倒，我这好不容易就倒给你了。刚刚有讲一句话，没错。 好，我们接下来啊，没错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邻居冈尼方啊，隆昌部落，掌声欢迎。好，这个扣啊要不要带走？哎，车钥匙在后面。哎呀，走。 曾经因为文化断层，在民国103年，由我们拉开始要不恢复我们的文化，开始办理我们的耶路马尔丰年祭。今天到场的阶级是由我们的拉开始卡布来带来一连串的表演，然后掌声。 你想我们